尋日咧喺平台上邊咧發出呢個挑戰，今日咧已經過咗10萬個 view 啦。而家咧你都可以試一試喎。請你真正咁樣咧去介紹你自己，你唔可以用你嘅職業啦、身份、你嘅籍貫啦、鄉下、你嘅年齡、性取向、你嘅 MBTI、星座等等，你擁有嘅呢啲嘢咧都唔可以用嚟表現你自己，以及一啲例如社會化嘅名詞愛好，比如話我係一個吃貨等等呢啲標籤。你就係咧用一個真真實實、真真正正嘅內容去介紹你，呢個咧就係你未來遇到新嘅朋友嘅時候咧真正嘅自我介紹。將你最先諗到嘅50個字咧寫喺評論區，你會睇到一個咧好特別嘅一個評論區，大家互相認識一下。我先嚟，呢一個咧就係我嘅自我介紹。而家咧輪到你啦。去評論區寫低啊！我希望咧可以認識下你。